好，来继续来看新竹竹北的天坑案。经过一年9个月审理到一个段落，检察官认定新竹县长杨文科无善尽到监督的责任，私底下甲建商联络。这个建案停工了后，也是继续来介入。检察官是请法官加重处分，而且求刑10年。杨文科是法冤枉，讲伊甲建商无任何的私交，嘛无摕人的好处。面对着杨文科的讲法，检察官讲，就交予法院去审理。新竹县长杨文科穿西米露配白色的鞋子，昨暝伫律师团的陪同下行出法院，目头格格，表情点灯，替家己法冤枉。对于检察官具体求刑10年，我们坚决认为是无罪的，因为我们是清白的。那我们也更没有跟丰益公司有任何的私交，更没有收受他们的利益。对于今天的起诉，我们觉得非常的不公平。杨文科真坚定，强调家己依法处理，无受人的好处。原来竹北的立康案经过1年9个月审理，总专案辩论终结，验过一部分结果。当时，那新竹县竹北市的路边小刷出现立康。2023年4月，又有一台电动汽车摔落立康内底，同一个所在拢总出现5个立康，甚至危害到住户安全。新竹县长杨文科甲建筑营造商等人拢互起诉。县长是基于要处理公共安全，才会去出面处理这个事情。他之所以会出面或者跟丰益见面，就是要解决这个整个道路坍塌的问题。虽然律师讲，杨文科有举办基本的说明会，想要解决工地安全甲基本的疑虑。验过检方有关指控，杨文科身为公务员，却无做好监督的责任，甚至私底下甲建商联络。建案停工后，佮不当介入，所以建议加重处分，求判10年徒刑。检方伫今日早起讲，已经辩论终结，相关事实甲法律的证据由法院审理，等待判决的结果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